喺哥林多後書8章7節中，保羅敦促哥林多教會喺奉獻嘅恩典上要充足。點解保羅將奉獻視為基督徒生活嘅核心呢？因為我哋罪惡嘅心本能地係抗拒奉獻噶嘛。保羅深知解決之道，當我哋研讀上帝嘅話語嘅時候，就開始睇清楚自私嘅本質，嗰個就係我哋品格中嘅缺陷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邀請聖靈軟化我哋嘅心，使我哋更似耶穌嘅無私、慷慨，而且充滿愛心。奉獻唔單止能夠祝福他人，更能夠改變我哋自己，使我哋與耶穌同心。正如使徒行傳20章35節提醒我哋上帝嘅話語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所以今日當你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求佢塑造你嘅心啦，等你嘅心好似佢嘅心一樣，係更願施予而非接受。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